赵王，奴婢怎么了？奴婢把赵王给打了。奴婢在亭子里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吓了一跳，就……宝贝儿啊，以后咱打人不打脸啊，打屁屁好不好？娘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回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呀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也许是喝多了，在哪儿睡着了吧？李公公，去看看，别在外面睡着了。要是真睡着了，就把他扶回府里，别染了风寒。是。今晚你为何那么晚才回延禧？你在外面遇见谁了？赵王是奴婢打的，奴婢以为赵王要轻薄奴婢，所以才跟娘娘没有关系。你还见了赵王？我和赵王是偶遇的，赵王太可怜了，我就安慰了几句，还不是因为姜氏的事。娘娘，皇上派了奴才和另外2个人来，要杖杀绿篱。娘娘，您千万要救救绿篱，奴才没有能耐，除了报个信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是绿篱没了，奴才也活不了了。娘娘，这本就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自该去领罪。娘娘再也不可为奴婢和皇上起争执，只是以后没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莫再倔强，莫再自苦，莫再……停！强公公，如果我能保住绿篱，你可否愿意帮我？娘娘，您说。一会儿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招待好那2个人，把他们死死的扣在我宫中。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还在睡觉。绿篱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宫。娘娘，你不是要带着我私奔吧？你想得美！赶紧跟我走，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赶快去把赵王给我叫出来。皇后娘娘，赵王现在不能见你。让开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让开！你不能进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赵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别跪了，赶紧去把你家主子叫出来见我。赵王殿下昨夜里宿醉头疼，身子还未缓过来，实在是无法见人的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什么宿醉头疼，就是不想出来见我。赵王，赵王，你要不出来，老子把你这里拆了！你织个面纱干嘛呀？怎么才来？还不是你的好侍女绿篱祖宗的杰作，我算是毁了相了，你还偏偏这个时候逼我出来见人。脸上挂个彩而已嘛，哪个纯爷们脸上身上没道疤呀？这叫有男人味儿。我很有男人味儿，并且我还是个纯爷们儿，不需要靠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伪装自己。你纯爷们儿，纯爷们儿为什么还会做出那种蝇营狗苟、卑鄙虚伪的事儿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是纯爷们儿，不跟女人斤斤计较，我这点小伤过些时日就好了。皇后娘娘不必担心。我担心个毛啊！我是问你，你坏了我侍女清白这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我，坏了她的清白。晚上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凉亭里坏了她的清白吗？不然你脸上的那些伤是怎么来的？我脸上的疤是我自己挠的，行了吧？我认栽。娘娘，这事不怨赵王殿下，他喝多了，做了什么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？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有拼死抗争，才出了这样一个结果。这丫头的清白算是让你给毁了。皇上今天就派人来我宫里了，说是要杖杀了她。娘，咱平时关系也不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您想让我怎么着？您直接跟我说。娶了她，你丫是个二婚，你前妻是个绿茶婊，你能找着绿篱这样的好姑娘，不算亏了。反正今天您算是讹上我了，娘娘。
您这实在是为难臣呐。绿篱死了，我给他拉个垫背的。那您这是在威胁我的性命了？你是个王爷，我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过这幽兰殿里好像还住着这么一位啊。你说我要对他做点什么？这个我恨他恨得入骨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他的生死而为难自己呢？哼，告辞。走。哎，我答应你。太皇太后驾到！你们怎么还不跪下？快，跪下！快！这是谁呀？打扮得如此怪异。啊，绿王。绿王。啊，赵王，赵王有事儿找您。老二啊，这面纱怎么能是你戴的？你说你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整天打扮得娘里娘气，就算是你有特殊癖好，你也不能自甘堕落、破罐子破摔啊！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由于积郁成疾，内分泌失调，脸上起了疹子。老二，你何时才能不再为姜氏的事情伤怀呀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的情伤并非因为姜氏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谁呀？哪家的姑娘啊？她的名字就叫做绿篱，希望皇祖母成全。何错之有？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哀家正在为老二的事情伤怀，老二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绿篱，平身，抬起头来。哎，这丫头不错啊，绿篱姓绿，又爱穿绿衣服，老二爱戴绿帽子，他们俩是绝配啊！是啊，他们俩都绿到一块儿去了。哀家明天就宣旨，把绿篱纳给赵王为妻。绿篱这身份是不是也低了点儿？从明天起，就是如人之位吧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绿篱算是保住了。奴才就知道娘娘足智多谋，是用了什么法子？强公公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让皇祖母把绿篱赐给赵王了。要不是娘娘放下脸面想出这个法子，我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然是希望你活着，只是你出去一趟再回来，就成了赵王的人，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我先去茅厕哭会儿。强公公，办完正事再哭。是。你去告诉皇上派来的那2个人，就说绿篱已经被太皇太后赐给了赵王，要杀要剐，管他老人家要去。是，娘娘。赐了婚。皇上，昨天晚上实在太晚了，没来得及禀报皇上，皇上恕罪。他的手段可真是够高明的。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没有受到处罚，皇后娘娘一定会感激您的。难道他真以为朕要杀人？皇上，你当时下旨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朕只是想让他来跟朕服个软，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求这个求那个，就是不肯来跟朕认个错。最让朕心寒的，莫过于他竟然不懂朕的心。皇上，您出来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心情是否好些了？不好，现在连个懂朕的人都没有，朕如何会好？妾身给陛下请安。免礼吧。妾身与陛下真是许久未见。妾身看陛下气色郁结，不如妾身为皇上泡一杯茶，帮您通经活血吧。不必了，朕只是路过此地，歇歇脚便走。最近陛下可是因为政务而劳顿，妾身看陛下精神确实欠佳。陛下为了政务，恐怕只会劳顿疲惫而已。
现如今，陛下脸上却写着烦躁不安，恐怕是为了一个情字吧。人为了情，无非就是两种：爱别离和求不得。我猜陛下是求不得。人啊，总想着那个不想自己的人，没想到，到最后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偶尔的你，倒是能为朕排忧解难，这倒是好的。只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……妾身甘愿降为婢女，侍奉在陛下左右。以后陛下再遇到这种烦心事，也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朕便答应你。谢陛下。